各位網友，大家好。最近香港咧就發生咗一宗世紀嘅大悲劇，就係咧喺呢個11月26號，咁就喺晏晝嘅時候，香港大埔宏福苑咧就發生咗一宗係5級嘅沖天大火災。呢一宗嘅火災咧，可以話係香港開埠以嚟所僅見嘅。呢宗火災發生到而家咧，已經係奪走咗94條人命。呢個死亡嘅數字會唔會進一步增加咧？暫時都唔知道。好啦，而家事件發生之後，特區政府咧就即刻成立咗緊急應變小組，同埋特首李家超亦都係表明會徹查事件嘅。事件方面調查結果係點咧？暫時我哋唔知道。但係香港有冇發生過類似嘅慘案咧？其實係有嘅。我相信呢宗火災爆發之後，大家都係不其然咁樣諗起喺29年前，根本咧香港就係發生過一宗同樣嚟講係大廈嘅沖天大火災。呢一宗嘅火災咧就發生咗喺油麻地嘉利大廈嘅。如果大家有睇翻當年發生呢個火災嘅情況，當時咧亦都係有一啲紀錄片又或者咧有啲電台咧作出一啲咁嘅專題報導。如果大家重溫翻當年呢條片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到原來咧呢兩宗嘅火警係有驚人相同之處喎。如果係真係有驚人相同之處咧，咁不其然咧，我哋就會諗下點解我哋咧喺29年前發生咗嘉利大廈嘅沖天大火災之後，我哋都仲吸收唔到當時慘痛嘅教訓，點解呢個噩夢呢個歷史咧，竟然喺29年後會一再重演呢？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先睇一睇當時咧發生呢個火災嘅情況。當我到現場嘅時候咧，我見到15樓咧已經全層咧係有火同埋有煙冒出嚟。而濃煙咧，亦都喺13同埋14樓咧嗰度大量湧出嚟，濃煙好似一條黑柱咁樣，一路向天嗰度伸延上去。大家睇一睇當時嚟講，嘉利大廈嘅大火同而家今次大埔宏福苑所發生嘅大火有咩相同嘅地方？第一相同嘅地方咧，就係話兩者發生嘅時間咧，都係喺11月。同埋咧，都喺11月下旬發生嘅。咁嘉利大廈嘅火警就發生咗喺1996年11月20號，咁係晏晝咧4點47分嘅。其實我哋講得準確一啲，係應該係咧喺4點47分咧，傳媒開始咧就報導，大家都知道咧當時係發生呢一個大火。可能起火嘅時間咧會較呢個時間仲早少少嘅。好啦，咁我哋又睇翻今次呢個係大埔宏福苑，佢幾時發生呢一件事咧？就係喺今年11月26日晏晝咧係2點51分。當時嚟講咧，警方係接到報案電話，就話咧喺嗰個地方發生咗火災嘅。大家可以睇到咧，兩者發生嘅日期咧，雖然咧相隔29年，但係咧係如果計嗰個係月份同埋日子，原來咧相差只不過係6日，而且同樣咧都喺晏晝發生。兩者發現到呢宗火警嘅時間咧，前後咧相差係不足2個小時嘅。同埋呢兩宗火警咧，都係好迅速咁樣升為5級嘅大火。香港咧火警嘅級數咧最高就係6級。而家咧兩者都升到5級咧，就可以知道根本當年同今日咧發生大火嗰個慘烈程度係相當之相似嘅。好啦，另外相似嘅地方咧，原來咧兩宗大火都係發生喺呢一棟大廈嘅維修期間嘅。大家先睇一睇呢條片啦。而家當時1號 lift 同埋3號 lift 咧，裏邊咧都係搭咗啲竹棚嚟做呢個維修嘅工作。呢啲火燒咗入去呢個 lift 槽之後咧，就燒着咗。好啦，大家睇到呢條片啦。原來當時嚟講咧，嘉利大廈1號到3號嘅 lift
入邊咧就搭咗竹棚嘅，咁係進行緊維修。嗱咁啊，當呢個大火燒入去呢一個 lift 入邊嘅時候，咁呢個電梯槽咧就着火。咁啊，由於咧當時入邊係有竹棚，所以咧竹棚就起咗火嘅。咁嗱，今日嚟講，大家都可以睇到嗱，今次個火警咧，亦都係咧係因為咁啊喺呢一個屋苑啦，因為維修啦，咁啊所以搭咗一個好大嘅竹棚，一連咧8座都搭晒竹棚嘅，而火警發生嘅地方就喺竹棚嗰度。咁嗱，你話啦，你兩者係唔係有相似嘅地方咧？咁至於第三樣相當相似嘅地方，就係咧當年嚟講，嘉利大廈嘅管理公司似乎咧佢係有失職之嫌，同埋咧佢亦都係咧做錯咗一件事。咁佢做錯咗咩事咧？咁好啦，大家見到啦，咁啊原來咧當年嚟講嚇，咁就係喺呢個嘉利大廈維修期間，管業公司竟然咧就貼咗一則通告，佢就叫嗰啲住客，咁就話咧喺呢個維修期間，咁喺拆 lift 期間咧，咁啊可能咧就係會咧出現咗大量嘅係濃煙，咁啊甚至咧有異味傳出，咁啊叫咧各位嘅住客啊業主啊係唔需要咧擔心。咁啊換言之咧，嗱呢一則通告咧就話俾大家知道，就算你啊當時嚟講聞到異味，同埋咧你又見到有大量嘅濃煙都好啦。咁啊，未必係有火警嘅。嗱，呢一則通告咧，可能係令到係嗰棟大廈嗰啲住客咁啊失去咗呢個係戒心，對火警咧個警覺性咧就降低，結果咧就釀成咗嗰次嘅大火災。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大埔宏福苑又發生咗咩事咧？咁啊管業處咧竟然啦就係咧將呢一個火警鐘就係熄咗佢。咁有記者就問啦，點解大火期間咁啊竟然咧係冇火警鐘長鳴？咁而咧有關方面佢嘅回答就係話咧，佢哋咧熄咗呢個火警鐘，最主要就係方便維修啲工作人員咧係出入。咁嗱，換言之，竟然咧就為咗方便嗰啲維修人員嘅出入，咁而咧管業公司就完全咧就冇咗呢個防火嘅意識。咁所以咧亦都導致火警爆發之初。咁啊冇人咧就係逃出嚟嘅，咁啊原因就係冇呢個係火警鐘嘅長響啦，咁同埋咧相信啊，咁喺嗰棟大廈入邊好多人咧都唔知道有火警，咁所以管業處係唔係疏忽職守咧？咁啊大家咧可以啊自己作出一個判斷啦。嗱，咁除咗今次呢一個火災同當年咧嘉利大廈嘅火災有咁多相同之處之外，咁啊另外咧。喺今次嘅火災入邊，亦都係咧產生咗幾個問題嘅。咁啊，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咧，點解而家香港都仲係要用竹棚去進行維修？嗱，咁啊，好多人都認為咧，竹棚啊已經係咧相當之落伍嘅啦。咁啊，而家全世界嚟講，淨係得翻啊香港同澳門都仲係利用咧竹棚去進行咧係外牆嘅一啲咁嘅工程嘅。咁據報咧，而家政府就係有意將呢個金屬架咧就替代咗呢個竹棚。嗱，希望咧咁樣做法就可以減少日後咧有呢啲咁不幸嘅事件發生。嗱，不過咧我相信嗱，竹棚雖然咧可能係導致今次火警迅速蔓延嘅一個原因，但係最重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啊，除咗竹棚之外，大家從呢個新聞報導都見到啦，咁就係呢個維修公司就呼籲嗰啲居民就係用嗰啲發泡膠咧去封住嗰啲窗戶。咁嗱，相信咧呢一方面嚟講，亦都係導致咧係火警係迅速蔓延嘅一個更加重要嘅因素。咁啊，再加埋咧，而家大家都質疑緊，咁啊究竟啊嗰啲係防護網嗰啲咧帆布係唔係易燃咧？係咪可以阻燃咧？嗱，咁呢點嚟講咧，亦都係咧大家係關注嘅焦點。嗱，咁啊，另外坊間咧亦都係有一個疑問，佢就問點解今次呢個火災唔用直升機去救火？嗱，我哋要了解呢件事之前咧，我哋先睇一睇翻，原來當年嚟講，嘉利大廈大火咧真係有用直升機去救火嘅。咁但係點解今次唔用咧？嗱，我哋先睇翻當時嘅情況，咁我哋咧就會明白到點解今次咧我哋係唔用直升機去救火。
咧我就我高頭望上去，原來係有一架直升機喺度。但係當其時我唔知道佢做乜，因為佢嘅風力咧係影響到我把梯咧係唔可以操作嘅。咁喺個位置當其時嗰啲人咧非常之驚啊！咁我都係用我嘅方法，用我嘅説話技巧咧就控制佢哋嗰個情緒啦。咁我亦都用無線電通知我嘅上級，咁希望嗰直升機咧盡快離開呢個位置啦。咁好啦，嗱呢條片入邊咧，大家好清楚睇到，咁原來當年啊嘉利大廈大火嘅時候，雖然咧有派出直升機去救火，但係咧咁好多人都質疑救火嘅效果，咁而且咧更加有人投訴，佢就話直升機去救火嘅時候就捲起咧嗰度咧係好大嘅氣流，好大嘅風，咁反而咧阻礙咗呢個救援嘅工作。咁所以咧嗱，應唔應該用直升機去救火？咁我相信咧呢個亦都係一個係具爭議性嘅問題。咁好啦，咁而家科技發達啦，咁有啲人又話啦，如果你唔用直升機去救火啊，你都可以用無人機去救火啊，你都可以用機械狗去到現場咁樣去救火啊。嗱，不過咧亦都有聲音就話，根本無人機係唔可以用嚟救火嘅。點解咧？嗱，因為咧呢啲咁嘅飛機嘅耐熱程度咧係一個疑問。咁而當時嚟講咧喺災區入邊個氣溫個溫度咧係高達300-400度嘅，咁所以有機會令到啲無人機咧係冇辦法運作。咁入邊咧嗰啲係儀器啊零件啊，因為高溫嘅問題咧，不但失去效用啊，甚至有機會咧係墜毀，咁而反而咧係製造咗更加大嘅危機。咁同埋第二咧，無人機大家都知道啦，只可以咧係承載啲好輕嘅物件，咁例如咧送外賣啊，或者送郵件啊，咁如果真係用嚟救火，佢可以承載幾多噸水咧？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根本咧就係杯水車薪。咁亦都因為咁樣咧，咁所以咧有啲人咧，或者有啲專家就認為無人機救火咧係只不過係流於一個係想法，就唔可以咧付諸於實現嘅。嗱，至於點解唔用機械狗咧？原來咧機械狗入去呢個災場，同樣嚟講咧都係面對好多問題。例如咧機械狗個體型就未必可以咧進入到去災場入邊咁去搜殺嘅。再加埋咧頭先都講咗啦，現場嚟講氣溫極高，亦都係會令到呢啲咁嘅機械啊，去到現場根本就失去咗作用。總之今次咧呢個沖天大火災已經係成為咧國際關注嘅情況，同埋咧大家都想揾出點解會咧導致今次沖天大火災嘅成因，同埋咧大家都係咧希望能夠咧就係揾出日後假如咧再發生咁樣嘅不幸事件，會有咩方法，會令到咧救災更加迅速快捷，又會令到咧更加少人係因為呢啲咁嘅火災而陷於咧傷亡。多謝各位。